聖經路加福音1章47節，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。呢一句說話咧係當日瑪利亞所講嘅。其實喺46節嗰度佢話佢以佢嘅心以尊主為大，求主幫助我哋真係曉得將神放喺最高嘅首位。瑪利亞好感恩嘅嚟到感謝神，因為當佢知道當日聖靈要借住佢童貞女嘅身份，耶穌基督降生，相當寶貴嘅事。佢知道之後，佢就安然嘅順服主喺佢身上嘅呢個旨意。求主幫助我哋能夠真係學到呢個嘅榜樣，順服神嘅旨意。神嘅旨意相當嘅奇妙，有時你會明白，有時你未必會明白。但係求主幫助我哋能夠明白，又能夠願意更加願意順服。當神嘅旨臨到我哋身上嘅時候，我哋以神我哋嘅救主為樂。求主幫助我哋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